浸完温泉咪入嚟呢度休息嘅地方咯。你睇後邊有雪糕啊，有酸梅湯啊，有豆漿啊，有嗰啲熱辣辣嘅紫米燕麥嗰啲飲品啊，啲芋頭飲品啊，有生果啊，呢啲咯，薯仔啊，番薯啊，番薯啊，熱辣辣㗎，好熱㗎，番茄啊呢啲啊，生果，嚟呢個地方，同埋有酸梅湯㗎。OK 啊，唔錯幾好，有得休下息啦，浸完温泉。